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还是先看房企的消息。澎湃新闻报道说，多家房企进行重大组织架构调整，减少管理层级，集团直接向一线项目要业绩。今年上半年以来，多家地产公司人事与组织架构频繁调整。澎湃新闻近日获悉，华润置地将对管理架构进行重大调整，核心方向为弱化大区平台职能，强化总部与城市方公司的直管模式。具体来看，大区层面涉及住宅开发业务的投资、营销、设计、成本、工程、财务，核心职能将全部取消，其相关权限要么收归总部，要么下沉至城市公司。大区仅保留商业综合体开发、供应链、人力、党建、审计、法务等职能，由于商业业务占比高且需体系化运营，区域仍需承担开发建设职能。有房企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，以前行情好的时候项目多，区域分散，用3级架构能更好地管理各地项目，但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，事实上已经不需要多架构来管理，3级架构反而会导致效率低、决策慢、人员职能重复，企业也需要降本增效，优化资源配置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华润置地是央企，但是现在活着的还在折腾的，也就是央企了。这些央企纷纷进行组织架构调整，这个大家都清楚。一旦一个公司开始什么组织架构调整，开始考勤抓得严，什么打卡，什么中午睡觉睡多长时间，关不关灯等等，只要开始搞这些事情，就说明这公司不行了。在职场混过的都懂，所以多家房企进行重大组织架构调整，这个主要是央企，说明央企现在日子很难过。我只能这么说，在韭菜不买房面前，对吧？在房子卖不动的面前，无论你是什么企业，一样的都难过。现在这个难过已经叫风水轮流转，已经到了央企头上。前面那些民企该报的已经报完了，还有一些这个皮裤套棉裤的，也求和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现在是央企开启渡劫模式，楼市如果持续低迷，明年还低迷，后年还低迷，央企怎么扛得住呢？房子卖不掉。不过这个小道消息又来了，路边社小作文开始传了，说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预计大国将在下半年推出0.5万亿至1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刺激计划，以缓解预期的经济放缓。这几天股市莫名其妙涨，跟这都有关系，都是小作文，小道消息满天飞。报告指出，新增支出可能用于支持战略投资项目、城中村改造，并将消费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扩大至服务业。分析师还预计，人民银行将在下半年再次下调政策利率10个基点，并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。他们指出，房地产指标恶化和出口可能还要下降，经济增长势头或将继续放缓。但消费尽管有所放缓，预计仍将保持韧性。刺激措施可能在这个人大会议上公布。这是小道消息，不知真假。随着这个小道消息的不停的反复的炒，虎市恐怕就跟着后面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就受这个小道消息影响。你想1万亿刺激计划，雅江水电站10年才1.2万亿，这个下半年就要推出一个1万亿的刺激计划。澎湃新闻报道说，闽系开发商泰禾集团位于上海的总部以6.597亿元的价格被上海本地一家企业拍下。7月23日，据京东司法拍卖披露的信息显示，7月18日，标的物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这个232、238、242、汉中路233、243房地产以起拍价6.597亿元的价格成交，评估价9.424亿元。这处标的物为泰禾集团在上海的总部，而泰禾集团此前对外出售时报价超过16亿元，他自己对外卖要16亿，结果现在法院一拍卖只拍卖了6亿，少了10亿，资产不值钱，资产缩水。对这些开发商来说，他认为自己抱着这个资产都是优质的，都是金饭碗、金疙瘩，舍不得卖。
不能贱卖。实际上现在市场就这么个行情，没人买，他这是司法拍卖，最后人家是6.6亿价格买走，比他报价少10个亿。那泰禾集团报10个亿，最后回来只有6个亿，实际上解决不了他问题。那泰禾集团只能是未来清算一条路。最近我看网上有人在说解读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这个数字啊，说2季度房地产贷款同比增加0.4%，据此认为房地产平稳回升，房地产板块传来利好消息。也就是说，房地产商也好，还是消费者买房也好，2季度房地产是在向好方向活跃。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，2025年2季度末，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68.5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1%。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.9万亿元。2025年2季度末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3.3万亿，同比增长0.4%，增速比上年末高0.6个百分点，是增速跟上半年2季度末增长了0.4%。上半年增加4166亿元。2025年第2季度末，房地产开发贷余额13.8万亿，同比增长0.3%。上半年增加2926亿元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.7万亿元，同比下降0.1%，增速比上年末高1.2个百分点。上半年增加510亿元。什么意思？很多人看人民银行公布的这个数字啊，他就得出了楼市回暖了，那怎么国务院开的会要以更大的力度让房地产企稳，什么回暖回升，都已经回暖了，还要用什么更大力度？所以这个很多炒房的中介，这自媒体就在那儿看这个数胡编，他很难理解这个数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房地产是个结构性矛盾的。你比如说央行统计的数字啊，大家也知道去年这个时候是什么个情况？去年1季度、2季度那是楼市最冷的时候，所以前面都出一些小的政策，到了9月份来了一个大利好，这大家还记得吧？突然出了个大政策，前面2个季度都是外媒在传小道消息，又是发债收地，又是发债收什么开发商的房子，什么搞住房银行，那不就是任泽平吗？天天说外媒传，那个时候楼市是最冷，是处于一种冰封状态。那你跟那个时候比，显得好像增长的增速快了一点，只是基数太低。你不能单看现在这个增速，好像比去年同期高了0.6个百分点，你就认为是好了，好不了。这是第一个，因为过去基数太低了。第二个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就是跟去年比是下降的，也就是我们韭菜背的房贷比去年还下降0.1个百分点。这个就说明韭菜一不买房，二买了房的韭菜就玩命去还按揭贷款，这只能说明这个问题。所以从这个数据里面居然看出说楼市变好了，平稳回升。实际上通过这个数据，你应该读出韭菜不愿意负债，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在降杠杆，有贷款的想把贷款还掉，人们不愿意去买房，买房要举债要贷款，所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下降0.1%。银行的苦不堪言，因为个人住房贷款那在下降，银行的业务它的营收还增长，那怎么弄？所以逼着他们去天天打电话，什么消费贷，什么各种套路贷。我们再看一个3联生活周刊，他搞了个报道，这个标题也挺炸裂的，叫57岁家政阿姨在北京攒下100万。他讲的是一个吉林的只有2年级文化的一个农村妇女，57岁，在北京打拼，在北京待了很多年，现在是在北京做小时工，同时给好多家雇主服务，一个月能挣1.7万，一周工作时长90个小时，而且依然干劲十足。这个李阿姨在北京打拼了23年，几乎就在朝阳区双井一带活动。她呢讲话不带东北口音，记性也好，所以获得雇主的一致评价，好评。3联生活周刊对她进行了采访，大家看视频。这就是我就是李阿姨，这个是我日常生活居住的房间。我现在这11户人家，不算干小时工，这3份工作一个月就10500块钱。现在是工资最少也要达到1.7万，孩子特别忙。
平时都是6点多出门，然后到晚上将近7点半到8点钟回家，一天干4家。到那个点就知道上谁家，都不用记都。我早上吃的特别多，你像今天晚上炖的那个肉炖豆角土豆，然后盛出一盘，我投了点米。一早上我5点钟起来，把电饭锅一插，我洗漱完了，这个米饭好了，我把这个菜搁微波炉一热，1碗多米饭加这一盘菜都造了。中午就不怎么饿，今天就是兜里头揣个小面包，或者揣2块饼干。我今天揣了3块饼干。我在北京23年了都。我这儿来的时候就是储备我老公他二哥，去的时候手里也没多少钱，完他俩就在那个垂杨柳租了个摊位，在那卖菜，卖了有2年多。然后跟我二嫂我俩就在那个大郊亭那块儿，我包了个食堂，我们在那干了几年。那个老总不收我们那个房租，里头勾人修理车里啥的吃啊，就找外面便宜。后期那个效益不好了，总是裁员，人少了，后来我们就不干。后期不干了，我还租的那个房子1月好几千，我们在那卖烟酒，房租蹭蹭涨。那些年就决定，我说我去干小时工。完我老公就是干快递，一干就干到现在。我老公身体不干我好，骑车老是那什么被刮了，回来就不让他干，就在老家。我最得意有一家干15年，他家搬家了，搬到天安门那面，孩子上学所以去不了。他们家在那块有个小房子，8平米的学区房。他说你可以跟我们去，不要你房租，然后在那再给你找点活。我想不行啊，因为他一份工作不能丢了这么多工作。然后他说一定要给你找个好人家。他走了以后就把我介绍到他领导家去了。他领导家本来不要这个时间段，他想要10点以后的。就我呢只能是早上7点钟投到10点，你知道10点以后我还有一份工作。然后来他就让我试了一次，我跟别人家请假去试次，完了一试他说那行吧，就按你这个时间段，就这么的。特别好这家人。7点钟，然后那个小孩姥姥从来都给你倒一杯热水，快2年了，你说就特别感动人。那个快要到点了，他知道我还有下一家哈，他就会说快，那赶紧的吧，开始那我这别收了，明天再收拾。那个就怕你来不及上下一家。都像我们住着好几家干这个的，他们有时干2个，我可能就干4份，因为我早上就比他们多干1个活，然后中午也比他们多干1份。你要干的好活是越来越多，你要是干的不好呢，干人就不用你了。一个不能贪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有再好的东西，你就是它不是你的。一个就是干活这块，人找你去了，肯定要让你打扫的那个彻底一点哈。你就是那个旮旯胡同啊，这是哪了都，你就是说也别怕你够不着，怎么想法够不着你也得够。这张床非常大，等我将来回来以后要把它给换掉。这次回家，里里外外连头年到过了年，将近3个月，就是这3个月当中我没干几天，因为我爱人生病了，脑血管脑栓，他是就是跟人说，我说可能是不一定回来了，有很多人家都已经帮他找我们邻居去干活了。后来回家一看，我老公没啥大事了，然后来就家里人过，1月2000多块钱。然后我要是在这干上1年呢，下来将近20万，最起码这20万够我生活在老家好几年了。本来我儿子他都不让我出来，儿子家不有这饭店吗？我儿子说家里有个是雇人，说你还不如在这连照顾我爸，然后你在这我们1个月给你4000块钱。我一听说4000块钱。那么他也有孩子上学，这班那班，你可能要他4000块钱吗？我就觉得我一干上活，从早到晚骑个小电摩托，就没感觉说是哪嘎不得劲，感觉我要是在家一待哈，我就觉得哪都不得劲儿。就是怎么说呢？我爸讲话就干活的命，就是你像在北京我们20多年了哈，我都没去过天安门。其实这份工作对于有能耐人是不稀干上，就对咱这个农村人出去的，以前是10块钱1小时，现在能干到45、50啊。在外打工这么多年，一张银行卡都没有。这是我老公有病了，这是那没办法。因为像我，你说又不识字，就上银行要是干点啥可费劲了，求这个求这个。
能在大城市说能站住脚，现在哈很不容易，别人认可你。对，现在要是放下的话，确实有点不甘心。你看我这是明天回北京，然后发了个微信，就我这些所有的客户，没有一家不用我的，全都等着我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我很有感触，因为这个视频本质上给什么？北大毕业收垃圾，年入200万；什么清华毕业回去养猪，年入400万；还有什么人大教授，摆地摊，做什么？做烤饼还是什么？月入4万。后来是什么？快递小哥是吧？上海的快递小哥3年赚了100万，70万吧。再就是什么杭州的网约车司机，本质上都差不多。但是巧了，北京的家政这一块，我多多少少还了解一些，因为我毕竟用过。所以说，57岁的李阿姨在北京攒下100万，通过家政，我认为是有可能的。也就是说，她不应该是这个编造的。你想啊，她一个月17000，一天就是600块，不到600吗？不到600，她工作14个小时，15个小时，1个小时40块钱，不到50。那在北京的家政差不多，这个价格差不多。你在北京请一个保姆，一个月怎么着得7、8千。像北京很多人家，他也不愿意专门请那种专职的保姆，他就请小时工，每天做2小时或者3小时，帮他打扫屋子，收拾屋子就完了。我也请过，我请的是一般的春节前，不要大扫除吗？或者节假日。我曾经叫一个，我多少钱忘了，好像是400块，他把你200平米的房子，他给你打扫一遍。我记得我在网上，在一个平台上下单的，人家就来了4个人，这4个人是一家人，2个女儿，还夫妻俩，他们分工明确，各干各的，有擦玻璃的，有什么专门扫顶上的灰的，总之他们显得很专业，带着工具，骑着电瓶车，2个小时，整个的就扫完了，400块，差不多一个人就是50块钱。那李阿姨就比较巧合了，正好她把一天15个小时全能利用上，她能找这么多雇主，把她时间还安排上，每个时间段她都卖出去了。这个幸存者偏差，这跟人因人而异，也就是说，这个57岁的李阿姨她是个特例，是个满打满算你能挣这么多钱，她就基本上是天花板了。你想超过这个钱很难，她基本上也不花钱，就那么节约。所以说一年省个20万，这完全有可能。这我就在感慨啊！你说李阿姨，她要再干个2年，这攒个40万，她还回到农村，她还在农村的不可能挣这么多钱呢。你看她农村，她儿子开饭店需要人帮忙，但是你在吉林那个地方，你在饭店干顶多3、4千块钱，跟北京没得比。北京这不是17000吗？第二个，我想他这一周工作90个小时，是正常人的2倍，而且他关键他也跑，骑着电瓶车跑下家。但当然了，他遇到都是好人，一天15个小时，风雨无阻，常年不休，这个是什么精神啊？这个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啊！一般人恐怕坚持下来，恐怕也是一身的病。这种强度的工作，有个好身体，他能干几年，完了这个身体还没生病，还没出毛病，他时间还能排满。这个只能说是幸运的小概率事件。最后我再说，李阿姨再这么宣传，税务部门恐怕要找她了，17000要交个税，交多少啊？恐怕要喊她补税。现在形势不好，就业难，所以各大媒体开足马力宣传这样的极端事件，这个就叫极端事件。你也不能说他造假，我给他算了一下，他不一定是造假，但这确实是极端事件的小概率，绝大部分人你做不到。或许你能坚持半年，你下半年恐怕就要去医院检查了，腰肌劳损，各种病。但是100万也是个天文数字啊，给人感觉你看你做家政都能攒100万，所以社交媒体上、网上动不动就多少个 W， 几百个 W， 似乎是真的，互相验证了。因为你就做家政，你都能赚100万。这个还是要告诉大家，不要灰心，努力吃草也能顶3年。实在不行，干家政照样3年赚100万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